另外来看，这高雄寿山动物园呢是伫2022年改造，头一档这游客呢是来到127万人，也毋过3档过了呢，这参观的人数甲收入线敢若剩一半尔尔。观光局今年呢要是编这2000万的预算，有机关是认为讲这预算呢是编了无站站，所以要求观光局要提出具体做法。每年的门票收入其实是越来越少的，跟你每年所去编列的税入其实是不成正比的。因为游客人数年年减少，议员对观光局编列的税入预算有意见，要求市府要提出改善的做法。高雄寿山动物园伫2022年重新改造，透过高架走廊，让游客行入去园区看动物的设计。改造了的头一年，游客人数冲关到127万，门票收入毛有2400多万。不过头少八零零，这阵游客量甲收入已经剩差不多一半。有民众讲，伊感觉园区的环境会当更较好。会当互囡仔接触的动物有较少一寡啊，有当时像咱即摆入去看，有的动物伫内底咧困啊，是憋内底拢看无。内门动物园又要开了，那受伤会不会反而人数又再更下降了？议员烦恼新的内门动物园敢会甲游客带走，观光局无应该甲税入预算变到2000万。对此，观光局表示，寿山甲内门的观光行销定规无同，一个是大型动物的保育，一个是会当互动的古锥动物。去年寿山的门票收入有受到天灾影响减少，因已经有针对园区的动物甲设施重新调整规划。我们今年有引进新的动物，然后包括整个园区也有新的设施，包括有一些 AI 智慧的科技导入。那第三个是我们也重新优化这个受 Q 家族这些明星动物。议员要求观光局要甲明确的规划讲清楚，才来看预算是不是要照2000万编。不过因为17要试营运的内门动物园门票定价，转票是寿山的10倍，要甲400块，也引起地方这期伤贵所在搁远。若实在多一过，恐惊会无人打卡到。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。